嗨，各位觀眾，你哋好！今期六合彩又有新搞作啦！今期係50週年，六合彩週年有特別彩池金多寶，六合彩第46期有金多寶，有2億2800萬。我就喺呢一個中環士丹利街中環呢一間最多幸運兒中獎嘅投注站買咗條六合彩飛，東方不敗翠翠總統賭神賭後，國母萬歲萬歲萬萬歲！喺呢一度，我為大家買咗條六合彩第46期，number 係12號、29號、30號、36號、38號、46號。第二條係4號、9號、16號、30號、40號、44號。The first number is 12, 29, 30, 36, 38, and 46. The second number is number 4, number 9, 16, 30, 40, and 44. 12號、29號、30號、36號、38號、46號、49號、7號、9號、16號、30號、40號、44號。總投價每注10塊，總額20塊，每注10蚊，總額20蚊。Hong Kong Jockey Club Lotteries Limited 香港馬會賽馬有限公司，香港馬會證券有限公司 Hong Kong Jockey Club Lotteries Limited 香港馬會獎券有限公司，將會喺5月2號。今日我係買咗2條六合彩，希望可以贏到2億2800萬嘅多寶獎。呢一個投注站係好多幸運兒中獎嘅。我東方不敗翠翠總統、智能總統 AI President、國母萬歲、運動冠軍、天王巨星、一代網後，我係網紅歌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啦。我係用咗你哋大家一齊夾埋嘅強賭金嚟買呢個六合彩嘅。如果中咗之後就可以同大家分錢啦。希望我哋可以贏錢收錢啦，贏錢收錢，贏錢收錢。東方不敗翠翠賭神賭後，國母萬歲萬歲萬萬歲！東方不敗翠翠，東方不敗翠翠，東方不敗翠翠，國母萬歲萬歲萬萬歲！東方不敗翠翠，東方不敗翠翠，賭神賭後，賭
神道後，國無萬歲萬歲萬歲，喺度等我可以吸下啲陽氣，令到自己行多啲大運先。東方佛花一定要贏錢啊！呢一個還財夢同大家趣粉一齊分享呢個還財夢六合彩50週年展覽，中環大館複式展室六合彩兩合彩，我愛兩合彩2億2800萬，哇！如果中咗之後都唔知點使啊！第一件事就係環遊世界啊！第二件事就係捐出一部分嘅獎金出去啦。第三件事就係攞嚟繼續投資啦，繼續落注啦，落注買馬買波，去澳門賭翻幾手啦，去澳門豪賭啦，去貴賓廳豪賭啦。當年少得唔好影到其他客啊，可以嘅。我淨係影自己，窗口就唔好影到，唔好影到其他客。我係香港賽馬會代言人。OK，sayonara，不剔一剔過。